咁我第一樣買嘅呢就係日本櫻花固體水彩30色，咁因為我個人就比較中意畫插圖多過用 MT 貼紙之類嘅，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會成日用到啦。咁佢入面呢就送咗一支勾線筆、高光筆、一支0.3mm 嘅針管筆。咁佢另外仲有一本畫簿送嘅，不過拆開嚟睇之後，入面啲紙質其實非常之差嘅，所以最多攞嚟用嚟試顏色嘅啫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嘅主角固體水彩啦。咁其實拎上手都非常之輕嘅。咁我好中意佢個盒呢，其實包裝得好靚啦，咁又輕便。咁佢後面呢就有個勾嘅，可以俾你攞隻手指勾住，咁一路揸住，另外一隻手就可以畫畫咁樣啦。不過我就應該唔會用到嘅，因為咁樣好攰㗎嘛。咁佢個調色盤下面就有4隻腳嘅，咁可以你中意擺左邊又得，右邊都得。咁仲有啲自由水筆。咁之後我買嘅 MT 啊、膠紙啊，都主要喺呢間快樂檸檬 Happy Lemon 度買嘅。咁就主要原因係因為佢價錢非常之平啦，同埋種類好多，咁樣就唔使分好多間鋪頭去買你想要嘅嘢啦。咁今次我就買咗都幾多樣嘢嘅，總共有45項，其中有啲就買唔止一件。咁總數就花咗126個7毫半人民幣。一開箱就見到我最滿意同最中意嘅產品啦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貓。呢個貓貼紙冊呢，佢入面除咗有8張貼紙之外，仲有連埋一個 file 咁樣，嘅價錢真係非常抵，因為只係3個6毫3。咁佢有2種質地嘅，有4張就係紙質，有4張就係令面嘅 PVC。不得不說佢嘅質地真係非常之好，同埋圖案亦都好仔細、好清晰。咁同一個系列我都買埋呢個動物園主題嘅，佢都一樣啦，有4款係紙質嘅貼紙，4款係 PVC 質地嘅。咁圖案嚟講，我就比較中意頭先貓貓嗰個多啲嘅，但係呢個都好實用，可以用喺手掌入面。打開包裝入面有好多好可愛嘅貼紙，呢一張小熊貓造型，佢每一個動作都唔一樣㗎。之後又係我最中意嘅貓貓，2017年嘅 calendar， 一系列有9張嘅貼紙，呢款貼紙都係有幾張係膠質嘅，幾張係紙質嘅咁樣，同埋圖案有好多元化，有數字啦，有背景一啲圖案啦，咁有人像啦，可以滿足晒你好多唔同嘅需要。下一款係愛麗絲主題貼紙，咁佢一包有6張。每一張都係一樣有唔同嘅表情，非常之啱你喺想表達每一日心情嘅時候用嘅。冇錯，之後又係貓貓，咁佢就一包有6張。其實只要圖案正常又係貓嘅話，我都係會買嘅。呢一種韓國文字嘅貼紙，我覺得幾時都啱用。有陣時喺日程本上面懶得寫任何嘢或者畫任何嘅圖案，黐一句可以表達你當時心情嘅句子，即刻就可以令你聯想返嗰日發生咩事，係咪好熟口面呢？呢個就係頭先又係一包有9張同一個系列嘅第二個款式，咁佢入面嘅內容其實大致相同嘅，不過另外一種設計。跟住就係手繪水彩紙質嘅貼紙包，唔好睇佢咁嘅樣，其實擺喺白色底嘅紙上面係好好睇嘅。包入面都有10個圖案，每個圖案有7張，其實都已經好夠用啦。事先聲明，我並唔係一個變態，但我覺得動物肥騰騰嘅 pet pet 真係好可愛㗎。木葉文創所出嘅 MT 絕對係好高質，因為佢唔單止圖案清晰，摸上去嘅質感仲非常之好。其次就係信的戀人所出嘅 MT， 雖然清晰度差少少，但係佢嘅可愛度補救返啦。講完最滿意，梗係到最唔滿意嘅系列啦。咁呢一個出版見到啦，無論係紙質比較黃啊，定係佢嘅像素都覺得有啲差，因為佢係好似起咗格一粒粒嘅感覺。好死唔死，呢個系列有3款，我仲要係買咗唔止一個。除咗係一個貓迷之外，我仲係一個吃貨嚟嘅。但係關於食物嘅 MT 我就唔會買咁多，因為我想自己跟返嗰日所影嘅相畫返落本手帳度，咁樣比較特別。
咁我1月嘅時候就咗韓國啦，咁就想買翻 LINE 嘅貼紙黐翻落手掌度。小王子同埋星空都係我好中意嘅作品，所以我都係想買翻個攞嚟收藏嘅。仲有日本風嘅 MT， 基本款嘅藍色格仔，好多用嚟填補空白，又或者係攞嚟圍邊嘅超柔 MT。呢卷我相信自己絕對唔會買嘅，應該就係贈品。因為身邊有朋友玩緊手賬啦，咁自己都不知不覺咁入埋坑，咁下次我就會分享拆晒啲 MT 黐晒落圖鑑俾大家睇下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同埋下面俾啲留言我都可以㗎。